十全十美，亦冇可能得到所有人認同。呢一個係加拿大歷史上嘅里程碑。佢就有如我哋所有嘅加拿大人嘅一啲嘅契約，好明確咁樣指出我哋共有嘅一啲價值同埋我哋嘅原則嘅。曾經有位工運前輩咁話：言論自由係民主社會嘅申訴途徑。It must, however, be recognized. 我哋要知道，任何憲法、任何人權憲章、任何分權制度，都唔能夠取代加拿大人共闖前程嘅宏願。20世紀期間，人權成為世界各地社會同政治改革嘅要素。1982年，加拿大修訂憲法法案，加入人權同自由憲章。呢個憲章係西方社會一份非常重要嘅文獻，作用係保護國民，保證加拿大人嘅基本權利。呢啲基本權利係一個健全嘅民主社會所必須要有嘅。呢一啲權利包括咗自由表達嘅權利、投票權，同埋受到國民與政府尊重嘅權利。睇睇我哋今日嘅情況，同1982年比較，我哋嘅社會是否有改變，係進步咗，抑或退步？當我哋比較一下，就知道憲章是否有用，或者對邊一啲人有用。有人認為民主嘅意思咧就係由國會同立法機關控制整個社會。我認為呢個定義並不完全。我相信呢，當年國會議員修訂憲章嘅時候啊，亦都深明呢一個道理。憲章係加拿大憲法嘅一部分，分為33條，而且已經翻譯成超過22種語言。Robert Sharp 係安省上訴庭嘅大法官，亦曾任多倫多大學法學院院長。佢曾經多次撰寫關於人權及自由憲章嘅專文。每個人都享有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就算你喺法律上並未成為加拿大公民，你仍然係享有廣泛嘅公民權。唯有某一啲特權呢，譬如遷徙權同埋語言權利，係直接同公民身份有關。咁但係憲章之中，大部分嘅權利都適用於任何涉及加拿大法律嘅人，亦都即係話，你只要踏足加拿大領土，就受到憲章嘅保護。憲章咧為我哋國家咧提供一個明確嘅指引，就算有大多數人認同咧，亦都唔可以剝奪某啲人嘅權利。我認為呢一點係好重要，尤其是係一個致力於推動多元文化嘅國家嚟講。我認為憲章使加拿大充分體現多元文化嘅精神。1867年，英國北美法案 BNA Act 通過，加拿大正式立國。值得注意嘅就係，直到1982年，加拿大憲法實質上就係英國北美法案，憲法虛有其名，實質喺英國人手中。1867年，英國人修訂北美法案，原本只係為咗管治加拿大呢個地方。英國北美法案對加拿大人嘅權利、自由同公民權幾乎隻字不提。加拿大人雖然有份參與撰寫，但係如果要上訴，就要去英國。到咗20世紀中期，加拿大國會通過幾項有關人權嘅議案，但係未得到確立，效力有限。當時好明顯係需要明文撰寫嘅憲法，去保障加拿大境內每一個人。
不論佢是否係公民。咁樣做可以確保無論聯邦政府或者省政府都唔能夠剝削基本權利同埋自由。1968年，杜魯多當選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喺魁北克省政局動盪嘅年代成長，佢立志要加拿大擁有自己嘅憲法，又要建造一個尊重平等人權嘅國家。Reverend Roland de Cornulier 係80年代嘅國會議員，曾經發起全國運動支持人權憲章。有呢種想法嘅人，並非只係杜魯多。自從1927年開始，歷任嘅總理 Saint Laurent、Stephen Baker、Lester Pearson 都曾經想過點樣去保障人權。但真正使加拿大歷史轉向嘅係堅毅嘅杜魯多。